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第礼拜开始进前，咱先来练习咱今日要吟的3首的诗歌。第一条是圣诗第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这首诗歌相信大家拢应该是算是真熟啊，所以咱吟第1节甲第2节就好。第195首，我的心是土地。这首诗歌应该是嘛是常常在唱吼，所以咱嘛是练习第1节甲第2节就好。是第361首，求圣神感动阮谦卑。这首诗歌因为361首，求圣神感动阮谦卑。这首诗歌我家己拢无听过，所以咱吟唱全首三遍。Alleluia, Alleluia.
金小路到这，谢谢。这时，请大家闭慢心来敬拜上帝。
上主伫伊的圣殿，全地伫伊的面前，就拢恬静。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184首，圣诗184首。上帝听筒哪会遐大？请大家起立来吟。请由员徛地，咱做伙仰头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仔日组织阮众人进入你的圣会，恳求你，互阮心神甲肉体拢会诚实来尊敬你，服侍你，互你的性命大大显出荣光。互阮伫你的圣会当中，成做忠实的信徒。主啊，阮感谢你日日看顾阮，在主的圣日，阮孝念你，赏赐阮你的独生圣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伊多情肉体，伊的受难甲受死，成做阮的救赎。伊的荣光高活甲上天，伫你的正平做中保来掌管世间，安尼阮来感谢你，恳求你圣神帮助阮，互阮会晓伫你的光内面来活，行你所指示的道路来行。主啊，阮要感谢你，伫这真长的疫情当中，你保护阮，互阮的疫情渐渐来缓和落来。
互阮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保守阮的社会国家继续兴旺。阮也求主保守阮的国家人民安居乐业，面对强敌，保护阮无受到攻击甲压迫，保护台海甲世界和平甲稳定。主啊，阮感谢你，阮的确看到你咧帮助台湾伫咧国际上一切的作为，看到你予台湾愈来愈伫国际上发光，愈来愈侪民主国家要主动来甲台湾合作做朋友。虽然安尼，阮犹原要求上帝保守阮所有的人民，爱知影行公义、好人民，因为只有我靠上帝，行上帝正直的道路，国家才会久长。主啊，阮要求你保守阮的教会，愿阮教会所行的一切，拢是照你福音来行起一切新鲜的事工，互阮伫教会会用久久长长来服侍你。保守阮的建堂贷款有够额的奉献甲经费来行，互阮无欠缺。保守阮所有的会友心灵拢勇行。当即时，阮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原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离弃，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请咱掀开圣诗的后面，启应文53篇，启应文53篇，是出自弥迦书第6章，请咱做伙来启应。我着带什么来就君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上主减袂欢喜千千只的公的羊，也是万万条溪的油。人啊，伊有指示你什么是好，就实行公义、心存慈爱，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这是咱做伙来念圣诗，圣诗195首，195首。我的心是土地，请大家起立来念。请坐。这是咱做伙来祈祷。
至高的天父上帝，你听世间人有实行拯救的计划，毋但安尼，你有做阮代代的帮赞，搁做阮徛起的门户，互阮踮伫你安稳自在，也用活命的话来养饲阮，互阮的心灵充实又搁饱足。阮感谢你。这时，愿为你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亲自对阮讲话，也互阮将你的真理、智慧丰丰富富藏伫阮的心内，互阮的软弱得到快乐，惊吓会无去，忧伤变欢喜，通持守你的赏赐，互阮的应允甲风气。愿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三甲来共读上帝的话。今仔日的经文伫个马可福音第3章第1节到19节，马可福音第3章第1节到19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耶稣搁入去会堂，伫遐有一只手摕去的人，有一寡人在长等看耶稣伫安息日会甲即个人医治也未，通甲伊告。耶稣对迄个手摕去的人讲：“起来，来中午食。”然后伊问众人：“伫安息日做好事，也是做歹事？救性命，也是害性命？倒一项合律法？”因拢点点。耶稣受气，一个一个甲因看，为着因心面来忧伤，就对迄个人讲：“手伸出来。”伊手伸出来，就复原。这个法利赛派的人就离开会堂，随时甲希律党的人斗阵计谋对付耶稣，看要安怎甲伊害死。耶稣甲门徒退去加利利的河边，有一大群加利利人缀伊去，阁有一大群人听到耶稣所做的代志，对犹太、耶路撒冷、以土麦、约旦河东岸以及泰尼甲西顿周围来找伊，因为人真多，耶稣吩咐门徒甲伊准备一只船。才免互人甲伊扩变去，因为耶稣捌医好真侪病人，所以所有的病人拢快活来要甲伊摸。这个邪神一个看到耶稣，就拍伫伊的面前，大声喊：“你是上帝的囝！”耶稣严严命令因毋通对人传扬伊的代志。耶稣上山，召集伊所喜爱的人，因就来。伊设立12人，称因做使徒，是要互因甲伊做伙，搁找因去传道，嘛互因有权柄来赶鬼。伊所任命的12人就是西门，耶稣甲伊叫彼得，西比泰的囝雅各甲伊的小弟约翰。耶稣甲因叫做半年期，意思是雷公仔囝。阁有安德烈、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马、阿列菲的囝雅各、达太、执政党的西门，以及出卖耶稣迄个斯加略的犹大，以上。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下面要请圣歌队阿萨诗班用诗歌来带领咱敬拜。因今仔日要唱的诗歌是《恩典的新娘》。
这时，咱要请郑永文牧师来甲咱讲道，分享上帝的话。今仔日的题目是耶稣为何受气？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早起咱做伙伫圣殿来敬拜上帝，也真感谢阿萨诗班甲咱用稳定的新约来献诗。今仔日咱也要甲主同齐祷。圣餐就是上帝看袂见的恩典，有形的记号。咱看见饼甲杯，看会见的一个记号，是要显明迄个上帝看袂见的恩典。每一届领受圣餐，就是伫继续伫上帝恩典内底来成长、来学习。感谢这个诗班为着咱备办心，今仔日会当为上帝话来学习，也为圣餐来领受恩典。咱为7月中开始，在读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一本真特别的册，过去无受到重视，到20世纪以前，大部分人拢咧读马太福音、读路加福音，因为这两本记载较详细，感觉讲马可伤简单，定定甲跳过。到20世纪，学者发现马可是上早写的一本福音书，时代嘛上接近耶稣迄个时代。内底虽然记载较简单，伊的文笔嘛毋是遐尼水，但是几本册充满真侪气力。我相信咱为7月开始一段一段咧读的时阵，会愈来愈感受到迄个福音的迄个气力，迄个力道愈来愈强，在挑战咱的观念，挑战咱的眼光，望咱对上帝国这个福音的本质，会当愈来愈看愈清楚。顶礼拜咱的经文读到，耶稣甲法利赛人为着学生去翕迄个麦穗来食，开始为着安息日伫遐有冲突。到今仔日的经文，咱知马可福音拢总记载四项耶稣甲伊的学生去互认定讲伫安息日做工的代志。一开始是耶稣在会堂医治一个邪神附身的人，第二件是医治西门的丈母，第三件就是顶礼拜摘麦穗。今仔日的经文达到高峰，耶稣伫会堂内底医治一个手瘸去的人。这4个故事内底，头前2届无发生争议，大家敢若感觉真着惊，发现耶稣是一个满有气力的人。总是第3届摘麦穗开始有抗议的声。到今日的经文，伫遐讲起耶稣的对手，咱讲即个因大成准备啊，提前部署，来到会堂的所在，台语圣经翻讲长等，伫遐长等，敢若埋伏伫遐，敢若迄个野兽要埋伏伫遐，要去掠伊要掠的人。所以因伫遐看伊是毋是会违背安息日的规定。咱知耶稣并无看轻安息日的要紧，伊嘛无甲咱讲莫管安息日，伊真尊重安息日的价值。但是发现安息日的规矩已经去互扭曲，特别伫法利赛人这种律法主义的面，这个安息日可能会变做一种人的重担，还是互人当作夸耀的一种敬虔的心态。今日故事内底，规个冲突
到最高峰。因为耶稣后来将这变做一个真戏剧性的一个演出，内底马可一连串的动词拢真关键。一开始讲遐人伫遐长等，看伊会医治伊还袂通甲伊告，然后耶稣全叫迄个人起来中遮。即个手揢起的人，拄啊，敢若徛伫咱礼拜堂的正中的所在，变做逐个众人眼光咧看。伊伫遐问众人：安晓你做好事，还是做歹事？救性命，还是害性命？倒一项合律法？结果所有人拢点点，因拢点点。耶稣生气，一个一个甲因看。为着因的心意来忧伤，搁落去，伊对迄人讲手伸出来，伊手一伸出来就复原。接续落去，马可马上描写迄个结果：法利赛人随时出去，甲希律党的人斗阵计谋对付耶稣。看要怎样甲伊害死。咱看见马可的描写这段真简要，总是充满戏剧性，会通讲高潮迭起吼。咱若斟酌看这个过程，其实就技术的层面来看，耶稣并无违反安息日的规定，因为伊无工作。伊干那叫这个人手伸出来，伊的手就得到医治。耶稣无亲像伫别个所在有时阵，伊会配烂，去共医治。伊嘛无甲懵，伊嘛无下命令讲你的手甲你医好啊。伊干那叫伊手伸出来。毋然安尼，咱知影犹太法律有真清楚的规定。若有更较好的理由，安息日的法律是会使毋免管的，会当甲超越的。伫历史上有真侪先例，两约之间，马加比对付迄个叙利亚的军队，发生马加比的战争的时阵，安息日嘛咧烧战，因为要拯救国家。犹太人的囡仔出世第8天，就要受割礼。若拄着第8天是安息日，嘛是会使甲伊行割礼。换一句来讲，有真侪例外。伫列比的解说内底，嘛是安尼。性命拄着威胁的时阵，迄个状况就比安息日的规定较优先。有一位列比讲。连脑后疼，有时阵嘛会互人死，所以医疗的照顾是例外，是会使稳准的。不过今日的故事，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啊！这个人是揢手若定，揢手袂讲过一天过一暝，伊就恶化，就死去，无迄个危急的问题。所以，咱会当讲到这个第4个故事内底，耶稣已经超越头前遐所谓例外的情形，伊将这个证人也将咱这个读者，要甲咱带到另外一个层次，就是伊咧问一个较一般性的原则：到底安息日的目的是甚么？安息日是要做好代志，还是要做歹代志？是要救命，还是要害死命？结果，所有的对手点点无声，所以耶稣生气，一个一个甲因看，心内阁为着因的硬心伫遐忧伤。硬心这字，后来咱咧读马可福音，另外阁出现3解，讲着人硬心。真有意思是，另外一解嘛是咧针对法利赛人。
阁有2届，咱将来会读到是针对学生。学生有时阵心硬，未了解上帝道理。总是伫遮真有意思的是，耶稣伫遮个人的硬心的中间，伊相时展现2种的情绪，一个是生气，一个是忧伤。这2个情绪是同时发生的。侪神学家为了这个做出真有意思的解说。John Wesley 这个卫理公会的开创人约翰卫斯理，伊对这段经文伊安尼解说：耶稣对罪感觉生气，总是对罪人感觉忧伤。生气是对事，忧伤甲痛是对人。这种的解说确实会让表现出耶稣对抗罪，但是疼罪人、疼所有的人的这种的心境。到今日故事的落尾，出现一个新的名词，咱毋捌看过，就是希律党。希律党这字伫其他文献真少看见，所以学者毋知影到底伊是咧指什么人。真有可能是咧指军队希律王的人。换一句话讲，就是军队迄个有一部分的犹太血统，名声真歹，真爱权力的这个加利亚王希律。这群人就是甲罗马政权伫遐交结的，这政治性的一个政党。咱知影法利赛派是一个真严格遵守法律的宗教团体。照讲，法利赛人甲希律党这2个中间根本就无任何相共的所在。无想到，伫这个政治运作的这个场所内底，这无共会当去用忽略。到咱今日故事的落尾，咱看见因已经伫外口斗阵计谋，要对付耶稣，看要怎样甲伊害死。而且马可所以安尼描写，伊就是要互咱看见讲，法利赛派甲罗马政权中间，佮个政治的权力中间有共同的阴谋。这咱将来佫读落去，第6章、第8章、12章，拢会出现同款的表达。也同款，马可拢总有4届讲起，因有阴谋要杀害耶稣。咱今日读到是头1届。咱继续来看今日的经文，佫落去一段第7节到12节。耶稣伫加利利湖边医病赶鬼。这段经文看起来有一点仔像是。有一点仔像是耶稣的工作的摘要的报告，用一种较摘要的方式，把耶稣所做的工作给描写出来。上面有指出，因为宗教领袖开始要甲压迫，所以伊甲学生、群众就暂时退到加利利的湖边。总是另外上面这段短短的描写，要讲起耶稣受欢迎的程度。经文内底讲，群众对犹太、耶路撒冷、以土麦、约旦河东岸以及泰尼甲西顿周围来找伊。这地区包括巴勒斯坦的南边、东边以及北边。会当讲耶稣的工作愈来愈开阔，去的所在愈来愈多，群众也愈来愈爱来找伊。马可福音内底讲到群众，有用到一字真特别的希腊文 “oklos”。一般讲到群众，所有福音书拢用另外一字 “laos”， 群众。但是马可特别真爱用这字 “oklos”。
对第2章第4节开始，拢总出现39届。大家讲到军将就用这个 Oculus。所以韩国真出名，第20世纪发展出一个所谓叫做民众神学。咱也捌听过韩国人的民众神学。民众迄字就是为这个 Oculus 来。这民众就是军众内底特别可怜、特别丧凶、特别去互社会迫害的这无愿望的人，就是这破病去互贵妇身的丧凶的社会边缘人。所以这群人拢来找耶稣。伫咱今日经文内底，军众这字出现3届，会当讲是主角。这群人甲耶稣的关系嘛真特别。那像足爱挖军泥要帮伊，另外一方面甲耶稣佫真疏离。耶稣对因的态度嘛是差不多安尼。因对耶稣的期待足清楚，就是要得到医治，得到完全。因知影耶稣有医治的能力，总是严格讲，因实在是无了解耶稣，嘛无认捌伊真正的身份啊。相对的，为进前的经文，咱就已经拄到这个情形，就是邪神不管伫什么所在，马上看到耶稣就认出伊的身份，有时叫伊弥赛亚，有时叫伊上帝囝。这个情形，互咱看出耶稣的伊的事工，上帝个福音的事工，伫这个时阵是甲规个邪恶的势力是咧对抗的。这邪神所代表的是这个时代规个邪恶的势力。这咱将来马可福音佫读落去，咱会渐渐来甲这说明。真有意思的是，已经第4届啊！第1章其实已经3届。第1章25节、34节、44节，耶稣拢甲邪神还是去互医治的人讲严甲伊，叫因毋通讲伊的代志，嘛毋通讲伊的身份。其实德国学者 William Reed 伫100多年前就已经写一本真出名的册，叫做《弥赛亚的秘密》。弥赛亚的秘密嘛变做马可福音一个要紧的特色。咱将来会佫读到，弥赛亚敢若变做一个秘密，耶稣无爱人世界讲。为什么呢？为什么叫邪神爱保持安静呢？我想重点应该是耶稣要避免伊所宣扬的好消息去互误解。耶稣是弥赛亚无毋对，总是伫主后30年伫加利利的所在，你若称呼一个人讲伊是弥赛亚，大部分人想到的是期待一个会当将罗马帝国家拍败，那亲像军事将领、战士迄种的君王，一个军事的君王。弥赛亚的形象是安尼。咱知耶稣是一个无共款的弥赛亚，伊要受苦，要为了正人来死。所以，咱只有到马可福音上尾的时阵，到后壁的时阵，当耶稣迄个受苦的人子的形象慢慢出现的时阵，咱才看见耶稣愿意将伊真实的身份，互人知影。这是真有意思。弥赛亚的秘密的一个层面。咱来看经文的最后一段，13节到19节，耶稣伫山顶设立12个使徒。真有意思，这个设立使徒是真严肃的一个时刻，所以迄个场所设伫山顶。这甲旧约圣经内底，人甲神圣者上帝相拄，往往是咧山顶。西奈山、何烈山拢是即种甲神圣者相拄的。将来耶稣伫山顶变貌，嘛是另外一个类似的情景。所以这个
设立12个使徒是一个真要紧、真严肃的时刻。伫遮12个使徒，伫4本福音书内底，迄个名单相当一致，不过小可嘛有出入，就逐个名单有小可无一致的所在。到底是真正12个人吗？迄12个人是确实是倒几个？所以有诶真有意思，是那甲巴特伊就讲，几个使徒即个数字毋是上要紧的，要紧的是迄个上定意义。当耶稣设立12使徒的时阵，马可的描写真要紧，就是上定性要讲起耶稣要重建以色列的即个民族。12个使徒敢若代表12个支派，因诚做耶稣的学生，代表上帝要复兴以色列即个族群。上帝阁要阁一摆临在伫因中间，上帝要统治这以色列人。接续落去，伫遐描写12个学生的名单，咱无要一个一个去看这个人，有真侪学者真想要去研究这个文图因的背景、伊的特质。咱整体来甲看，彼得，咱知影伫其他福音书，伫遮甲讲伊就是石盘，Petra 就是石头，彼得甲石头离军共款，总是伊叫做石头。但是咱伫马可福音来看彼得，伊表现实在是足歹。雅各甲约翰嘛同款，叫做雷公仔囝，应该是咧讲起因的性格真强。不管这12个是甚物款人，当咱咧读马可福音的时阵，咱会发现，包括彼得，包括这12个使徒。甚至所有的男性的学生，拢无值得学习，无值得欣赏，因为因常常去用描写，讲足戆的，无受教，搞不清楚状况，常常听无耶稣咧讲啥，缀耶稣遐尼久，到最后耶稣受了的时阵。这查甫的学生拢惊吓，拢逃走，所以足侪学者咧讨论，这学生到底代表什么？大概大部分的共识就是讲，这群人就是真平凡的人，会犯错，无完全，什么款人拢有，其实就甲咱同款。这人可能什么款人拢有，最后还佫包括迄个出卖耶稣的以斯加勒的犹大。这群常常出状况、愚妄平凡的这群学生，耶稣却讲伊是因是伊所喜爱的人，伊要设立因做使徒。伫遐有讲起使徒的2个层面，真要紧就是要甲伊做伙。英语的翻了真水 ，to be with him。做耶稣的学生，上要紧的就是甲伊定做伙，然后找因去传道，也互因官兵赶鬼。这就是接续耶稣所做的工作。这较听咱来思考，对咱今仔日做耶稣的门徒有真好的提醒。咱今仔日会当来思考经文，对咱今仔日有甚物要紧的意义？我想有3方面，甲大家来分享。头一个，顶礼拜咱已经讲起安息日的要紧性。旧约学者 Brueggemann 伫咱疫情的这段时间，写一本真有意思的册，叫做《安息有时》，安息有时，安息有时。
伫遐讲起咱进前咧读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伫出埃及记内底咧描写安息日的时阵，安息日是咧象征对抗迄个压迫的体制。伫出埃及记内底安尼讲，你有6天会当工作，第7天是归伫我的安息日。迄天不管是你的囝儿、你的奴仆、女婢、牛、精生，甚至住伫恁中间的出外人，拢袂使工作。你的奴仆甲女婢，就爱甲你共款做伙安息。因就爱甲你做伙安息，即句话伫出来记内底显明，安息日是一个正人平等的日子，所有人拢通得到安息，嘛拍破迄个6日中间迄种经济生产体系对人的压迫的模式。这布鲁克曼咧提醒咱，安息日是一个真正水的日子，正人平等，拢要定心得到快乐，得到安息。马太福音第1章嘛讲到，耶稣提供的这个安息，是一个轻的担。耶稣伫遐讲，恁着磨背重担的人，就来我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我的担是轻，轻的担对比的是迄个重的担。重的担真明显伫马太福音是咧描写罗马帝国的担。罗马帝国控制人的心，伊也提供一寡娱乐，想要控制人的心，互人认同这个帝国。伊总是伊带来真重的这个担，你爱纳税，支持伊的军事行动，包括当时伫罗马帝国下面的宗教，嘛拢变做一种重的担，亲像法利赛人的宗教传统同款，对心灵严格要求，变做重担。相对的，耶稣提供的担是轻的，伊讲。上帝已经接纳你啊，你就接纳上帝的听，过一个新的生活，听上帝，听厝边，这个担是轻的。若是安尼，到咱今仔日的经文，耶稣佫提出对安息日佫较进一步的提醒，毋是干那例外，安息日毋是干那例外会当做甚物？是都要去思考，安息日到底是要做甚物？是要做好事，还是要做歹事？是要救性命，还是要害性命？耶稣那像咧提醒咱，当安息日你会当帮助人的时阵，你是毋是就应该安尼做？路丁马丁也对这段经文做出真有意思的解说。当你的身躯有需要的时阵，只要无违背信心甲疼心，咱就应该拍破法律的各种的规定。上帝创造人的身体、灵魂以及各种肉体的需要，咱就要好好照顾这些需要。当因拄着威胁的时阵，上帝的戒律就无过是戒律，咱就勇敢追求自由。所以安息日毋是真侪人的重担，安息日会当真侪有新的意义，真侪听上帝、听厝边的行动的一个源头。第二个，咱今日会当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耶稣为什么生气？耶稣生气这样代志，对初代教会神学家造成真大的困扰。因感觉讲，耶稣敢会使有这种情绪？耶稣敢会是一个会生气的人？当时咱知影初代教会所处的迄个时代，上流行的就是希腊哲学。希腊哲学内底，特别是这个斯多亚派，因有一种上帝观，认为讲上帝若是愈悬愈伟大的上帝，伊就是迄个
apathy，就是未受影响的。愈悬的上帝愈未受影响，所以这种的心明是无感的，伊袂凊彩表现出伊的情绪。总是敢安尼？耶稣敢是安尼？无情绪的人，这个早期的神学家甚至主张讲，耶稣的情绪是出自伊的人性，毋是出自伊的心性。敢若要甲分开安尼。总是当咱咧读今日的经文，马可福音这本上早的福音书，耶稣的故事的时阵，伊互咱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耶稣，这个人表现出伊的情绪，伊的生气，伊的忧伤。看到毋对的代志，伊就愤怒。总是对受这个罪影响的人，伊却表现忧伤甲疼。这其实真符合希伯来圣经内底所描写的上帝。咱若去读旧约圣经，咱就知影，旧约圣经内底描写的迄个上帝，嘛会生气，嘛会哀伤，有时嘛会后悔，为着伊所做的代志后悔。这种较人性化的描写上帝，互咱看出讲较接近人真实的感受。真有意思，我伫 Princeton 读册的时阵，有一个教授是教务学的教授，叫做 Don Camps。伊捌受到这个心理学的大师 Erik Erikson 做伊学生过，所以嘛是一位心理学的专家。伊伫2000年的时阵写一本真有意思的册，引起足大的讨论。叫做耶稣的心理学的传记，耶稣的一个 psychological biography， 耶稣的心理学的传记。这内底真有意思，伊伫这本册内底，伊甲耶稣描写讲，耶稣有一个真特别的性格，伊甲称作叫做乌托邦忧郁性格，乌托邦的忧郁性格。就是讲耶稣身躯有两个特质。一个是，伊拢不是拢有上帝国的理想，所以耶稣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伊心内有一个足水的上帝国理想，永远伫迄个所在。咱人讲最高的标准，上帝国的理想。但是因为伊逐工拢活伫即种物质的处境内底，即个社会遐尼侪问题，人有遐尼侪会罪甲问题，所以。迄种乌托邦的性格，拄着即种互人物质的情景的时阵，耶稣就忧国忧民，心内敢若想到上帝国，然后看到即个世界，未免得会生气，会生气。因咱今日伫台湾常常用的语言啊，耶稣其实嘛是一个愤青啊，嘛是一个愤青啊，对即个世界不满，对即个社会无公平的代志会不满，所以即款的耶稣有较接近咱无？会生气的耶稣有较接近咱无？这我想这是咱大家当去好好思考的问题。咱读到今仔日，有发现马可所描写耶稣的事工愈来愈完整，愈来愈清楚。迄个图像愈来愈清楚。咱看见耶稣会医治人，耶稣会赦免人的罪，耶稣会去挑战律法主义，挑战宗教权威。耶稣嘛甲罪人同道食饭，伊做这做的代志。拄我开始看这代志，敢若无啥物关系，但是咱若愈读，咱就知影，这代志拢会当关联做伙。因为身心障碍的人，还是破病的人，伫古早以色列的社会，就互看做是无清气的人。严重的时阵，甲伊赶去到社会边缘。若较好，就无爱互因，敢若无爱互因参加宗教礼仪。总是耶稣呢，不断拍破这个界线，拍破这个隔离的墙。伊无要求这个
去用排斥的遮外口的人悔改，还是行洁净礼，伊就是干那去甲因接纳，甲因医治。所以，当伊安尼做的时阵，咱会问讲，什么人要反对咧？其实看了才知影，反对的人阁袂少咧。古早是安尼，今仔日可能嘛是安尼。咱身躯边，咱总是会看到一寡基督徒真爱有界线，真爱落实规矩，真爱人看讲啊，伊比别人较悬安尼。特别是甲伊无共款的人，伊比伊较悬。那这种人继续伫咧，因就会甲耶稣的上帝国冲突，耶稣也会对这个人的硬心来生气。这是会当讲是上帝国的福音带来的一个挑战。咱最后来看耶稣设立12个学生这样代志。设立这字伫希腊文，后来伫无共款的圣经翻译翻做无共款的名词的动词，有翻设立的，有人翻指派，嘛有人翻命名。耶稣命名12个使徒。但是倒转去到希腊文的原文，这字去看的时阵 ，epoiesin， 希腊文 epoiesin， 其实就是 make， 就是做的意思。耶稣要创造、要起造、创造新的军队者，make嘛会当翻做讲，耶稣要互这个人诚做使徒，互因诚做使徒。所以，这个设立这字对咱来讲，今日咱要做耶稣的学生，就足有意思啊！因为伊有一种塑造的意思、培养的意思、塑造的意思。相对伫遐高高在上，家己掠家己做义的法利赛人，还是相对伫遐热心伫政治权力或者希律党的人，耶稣选一群学生，定定犯错，真无安全，是平凡的人。总是耶稣爱这群人，甲因呼召，因嘛来，伊开始就塑造因。无因为因无知、愚妄、疑心，感觉失望，还是讲全然放弃。耶稣爱因定定甲伊做伙，互因有权力赶鬼去传道。换一句来讲，耶稣通过甲因的迄个团契生活，要互因成做上帝国的先锋。无安全的人要受塑造，将来成做推动上帝国事工的人。这对咱今日做耶稣门徒有真大的意义。咱嘛拢无安全，咱嘛定定犯错，咱嘛有时阵愚妄，听袂清楚，袂理解耶稣所做的代志。但是耶稣继续爱咱，甲伊做伙 ，to be with him， 爱咱甲伊做伙。要互咱得到塑造、起造。耶稣设立这12个门徒，是要开始一个新的以色列的群体。毋然呢，这个群体愈来愈扩大，将来会变做是一个弥赛亚的群体，要扩展到普世万国万民。对安尼来看时阵，耶稣设立12个使徒真有意思，表示咱是一个不断学习、更新、成长的团体。只要你愿意跟着伊，你会得到塑造，你也要参与伫上帝国福音的事工。嘛，咱今仔日通过这段经文，对比遐硬心的法利赛人甲希律党的人，看见耶稣呼召这群新的学生，为遐咱会当有好的学习。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温天听人的上帝，阮看见耶稣伫安息日医治手瘸去的人，显明伊是安息日的主，也显明安息日的新的意义，就是要听上帝、听厝边关怀需要的人的一个神圣的时刻。阮也看见耶稣调新的学生，
做使徒。即阵人甲阮共款，是无完全会犯错、愚妄平凡的人。总是耶稣愿意甲因做伙，陪伴因，成做团契，也互因受塑造，愈来愈接近上帝国的福音。愿阮众兄弟也会当加入即个门徒的团契，受塑造来参与伫上帝国福音，互阮用谦卑的心、学习的心来参与、来受塑造。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请大家起立，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对疫情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列岛人来受苦，变是第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上帝的大名，日活人甲死人。我信神，信各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咱由原徛地，咱来吟圣诗361首，求圣神感动阮谦卑。请坐，下面请陈牧师来主持圣礼典。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囡仔属于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囡仔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
恁囝仔着磨背重担的，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我就是活命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因。枵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直直。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擘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就也安尼捧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列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当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做伫你的恩典中继续成长，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阿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你就安尼行来纪念我。咱摕到饼的时阵，请把迄个塑胶袋仔甲拆破，咱确定要做伙来享受。
主要所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即个是基督的身躯，为了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三甲来领受。食了后嘛安尼捧杯。主要所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色里面，见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摕到杯的时阵，请细里甲顶头迄个坎的甲掰开，吼，较领通做伙来领受。
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请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做伙来做感恩的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等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会当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下面是公道的时间，咱即时为下面三项代志来祈祷。第一，为着圣经学校秋季班的报名甲规划；第二，为着台湾诚做行公义、好人民的国家；第三，为着台湾国家安全甲亚太地区的和平，请大家同心出声来祈祷。上帝，我感谢你，让阮一时同心来祈祷，教会，当一时。咱即时请苏县长郑立中执事来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慈悲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赐予阮平安，搁甲咱三甲伫地。主啊，通过共读圣经、聆听讲道、参加聚会，阮有种种的领受，总是渴望上帝真理的心是火热的。这南教会圣经学校开设侪课程，启发阮的体会，经营阮的信仰。2022年圣经学校秋季班就要开课，恳求上帝，互报名甲规划顺利完成。主啊，搁过3个月，台湾就要举行县市长、村里长、议员甲代表的选举，民主自由的可贵。就是公民会当一票一票选出理想中的政治家为民服务，恳求上帝保守，互抹黑甲内面治教失败，互公义甲人民彰显。主啊，太平洋战争将战以来，台湾经历3摆大海危机，总是感谢上帝保守，阮会当平安度过。今年以来，中国军机、军舰
不断威胁台湾海峡，甚至拍飞弹到台湾甲日本的海域。愿恳求上帝加深台湾人民防卫意识，恳求上帝，互世界民主国家甲台湾共同抵抗专制侵略，互和平能到台湾甲世界。凡咱咧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免。这时咱来奉献。这时，请大家起立，用奉献诗来加做咱的祈祷。请坐。下面请大家掀开周报，通知事项，我来报告。第一，8月份的圣礼典今仔日举行圣餐，请已经有领受圣灵册礼甲献身礼的基督徒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言谢。下面各场的礼拜的服侍人员，请家己看。第二，彭明敏教授100岁纪念礼拜。彭明敏是国际法的权威，是咱台湾民主自由运动的先驱。伫今年4月8号，民主运调，伫伊100岁生日的前，各界要举行纪念礼拜来加追思，欢迎兄姐来参加。时间是今仔日下晡2点，伫咱本教会大礼拜堂主日学教室甲地下室的教室。第三，郑永文牧师8月21号来就职。郑牧师伫咧8月开始，就伫咧咱本教会来服侍。七星中戏伫咧定伫8月21号下晡3点，
由中会议长叶克祥牧师来主持，郑永温牧师就任本会神学甲教育牧师，受职感恩礼拜，请兄弟出席来参加礼拜，做伙伫上帝面前来誓约。这是咱拍谱仔来欢迎咱的郑牧师。但是，咱的这个聚会全面来恢复，因为疫情的缓和，所以咱已经来恢复咱所有的聚会。但是上年团契甲圣经学校咧放暑假9月才恢复，其中妇女团契是伫咧8月23号开始恢复聚会。第5，学生团契8月20号恢复聚会。为着要推荐咱的这个青年时光，来欢迎咱所有学生的青年来参加。这时间内容地点，请咱家己看。第6，8月28号，祖父母节音乐会。8月上尾一个主日是咱的阿公阿嬷节。儿童主日学要举行音乐会。来邀请所有的阿公阿嬷来参加，时间是伫咧8月28号10点半到主日学教室来参加。下面主日学当日的礼拜的到中昼的这个听书，请咱家己看。第7，月灯奉献日，今仔日是第2礼拜，是月灯奉献日，请兄弟到奉献柜仔摕家己的奉献袋仔。若是无奉献袋仔的人，请找这个行政部门也是办公室来制作。奉献是咱每一个人拢应该爱照家己的心意来关注，无丢除，无勉强，因为上帝欢喜乐意奉献的人，这是圣经内面的教示。第8，神学系开始报名，有2门课，第1门课是处境查经法加妇女圣经詮释。是邱凯丽老师来上课，这上课的期间，请咱家己看。第2门课是看故事加讲故事，电影加圣经的人物例，是陈宽义老师来上课。上课的期间也请咱家己看，报名的方式也请家己注意看。团契消息请咱家己看，具体消息咱敬听的翁牧师娘。潘富美伫8月6號中晝安享主懷，女婿92年，願上帝安慰家人，也安慰每一個林捌洪牧師的同工甲兄弟。日念禮拜是伫個8月20號，伫個新竹市命紀念園區來舉行。個別禮拜是伫個8月28號下晡2點，伫個咱濟南教會。第2，香港團契。梁馬宏兄弟是7月30號來安享主懷，請願上帝安慰伊族。另外來補充一個是咱的新學生連以諾，伊的囝兒已經滿月，伊今仔日有帶一罐餅乾來到茶餅會來甲咱同歡喜，咱也請咱所有的會友來甲伊鬥歡喜。下面教育消息，馬街日記，若是有要買的人，請到辦公室來登記。下面2、3次請咱家己看，近期的時間也請咱家己看。下面咱請鄭牧師來介紹新朋友。咱今日有幾位新朋友，咱來甲歡迎吼。頭一位是雙連教會李水官姊妹佇後壁遐吼。另外一位是屏東美加教會的沈欣英姊妹哈，來遮。閣一位是呂漢忠，閣一位是洪少軍。
咱今日有一位咱的查某囡仔吼，罗有灿甲陈亮珍的查某囝罗颖萍，头一届来教会，所以咱要请伊来头前来替伊做祈祷。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请大家起立来吟。吟诗煞，请陈牧师来甲咱祝祷。但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对世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通过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免。请坐。列岛闭会，若有需要代祷的兄弟，到礼拜堂外的雨伞卡，其他兄弟欢迎来参加地饼会来交期。